深水埗地標之一嘅美荷樓近期開咗間新餐廳，等小編帶大家睇下先。美荷樓青年旅社嘅餐廳近年易手咗幾次，新上場嘅小店環境都保留返舊香港主題，而食物嘅款式就更加多元化。一齊睇下有咩食啦！小食方面有串燒系列，包括豬頸肉、雞肉同牛肉等等，飲上呢個沙爹醬，入口都幾惹味啊！另外推介炸魚薯條，大塊魚柳炸到外脆內軟。主食方面一定要試呢個韓式烤雞，啖啖肉夠晒嫩滑同 juicy 啊！仲有呢款忌廉蟹肉意粉，非常足料。另外小店都有海鮮供應㗎，好似呢款龍蝦意大利飯，龍蝦新鮮又爽口，每一啖都充滿鮮味啊！另外餐廳都有 cocktail 同埋甜品供應㗎。如果想知道更多詳情，記得 click 入網站瀏覽啦。